后来继续来看高雄有一个20岁大学生，伫国高中的时期是学校野教练的队员。4年前，转去母校主管国中来接受到野教练的训练。当时因为做风台，把这个大树丛吹倒去，学校就拜托这个野教练队到清理。想袂到无小心，互这个大树丛缀上着药堆，造成着下半身来瘫痪。 出入拢爱坐轮椅，家属向学校要求国家赔偿，一审是判决败诉，家属不服要继续来上诉。学校讲，拢有全力来协助这个同学，伫个伤害救护的这个需求，讲一切都尊重法院判决的结果。 来看这名20岁少年啊，轮椅坐条条，生活拢爱靠阿嬷在照顾。过去伊伫读册时间，原来捌靠野教练摕过奖牌。不过4年前一场意外，煞互伊彩色的人生变黑白。母校，他被台风天这样已经扫过了一遍了，然后树就倒在那个地板上。他是我的教练我不可能去拒绝他所以他叫我一定去啊。因为一场风台，互伊国中的母校世界乱糟糟，伊等去斗经理，却叫倒来树仔跌着，自安尼半身不遂，这互阿嬷看到真伤心。我一个囡仔安尼，互你家叫伊演树啊，演到受伤安尼，你这钱要互我？恁在座的囡仔。 那再介绍你会接受？家属真不满，要向学校要求国赔，但是一审判决败诉。法院认为教练甲家属已经和解了，袂当再要求学校就要负赔偿的责任。从律师那边转达的是新台币2200万元，一间公家单位来讲，其实不用说2200万，任何的金额，我们都得经过一定的程序，法定的程序，我们才有办法。 来处理的。对家属来讲，真正判决真不服，因要继续上诉。学校也表示一切拢尊重法院的判决。